歡迎大家收聽聖靈降臨期嘅聖言日糧。今日嘅經課係選自哥林多後書第6章1至10節。我們與上帝同工的也勸你們，不可白受他的恩典，因為他說：在悅納的時候，我應允了你；在拯救的日子，我幫助了你。看啊，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。看啊，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我們不在任何事上妨礙任何人，免得這使命被人毀謗，反倒在各樣的事上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，就如在持久的忍耐、患難、困苦、災難、鞭打、監禁、動亂、勞碌、失眠、飢餓、廉潔、知識、堅忍、恩慈、聖靈的感化、無偽的愛心、真實的言語、上帝的大能，藉着仁義的兵器在左在右，榮譽或羞辱，惡名或美名。我們似乎是誘惑人的，卻是誠實的；似乎不為人所知，卻是人所共知。似乎是死了，卻是活着；似乎受懲罰，卻沒有被處死；似乎憂愁，卻常有喜樂；似乎貧窮，卻使許多人富足；似乎一無所有，卻樣樣都有。這是上主的道。讚美感謝主恩，奉獻見證福音。哥林多後書第6章第1節所講嘅恩典，好明顯就係主耶穌基督親自為我哋釘十字架，為我哋嘅罪受苦受死，代替我哋受罰，使我哋有罪被稱為無罪，並且被稱為義，得以與主耶穌基督嘅復活中與天父復和，並且成聖，走進光明嘅神聖永恆嘅生命。喺呢個被悅納蒙拯救嘅時候，我哋就更加應該喺上帝嘅恩典中多為主嘅福音作見證，要好好嘅去生活，喺眾人面前有好嘅名聲，唔會被人毀謗，唔使自己成為別人認識福音嘅妨礙。更重要嘅係叫我哋生命表明自己係上帝嘅用人。保羅自己亦以自己嘅經歷作榜樣，鼓勵其他嘅信徒努力為主作工。保羅在各地傳道，冇固定嘅收入，以織帳棚為生，刻苦貧窮地生活，甚至被鞭打、受監禁。保羅生活廉潔，以正義行事，有真理仁德同埋聖潔，擁抱真理，真實地愛人，依靠上帝嘅大能，到處宣講真理。保羅同佢宣教嘅同工都經歷到人對佢哋嘅稱讚尊重，同時有侮辱同埋責罵。人家話佢哋係騙子，佢哋卻說誠實嘅話，看來係籍籍無聞，卻家傳戶曉，好像死咗，但卻係活着，受罰被殺害，憂傷，卻滿有喜樂，自己貧窮，卻使好多人心靈富足，好似一無所有，卻是豐豐足足嘅，樣樣都有。呢都喺上帝面前何等奇妙嘅經歷同埋體驗。喺度或者我哋作幾點嘅反思。上帝賜恩豐厚，我哋有冇常常全心感恩呢？作為主嘅見證中，
傳揚福音，我哋付出咗幾多個努力去做為主作傳福音嘅功夫呢？我哋日常嘅生活中有冇實踐信仰，努力去見證上帝呢？我哋同心祈禱，全能賜恩典嘅聖父上帝，你賜無限同埋豐厚嘅恩典俾我哋滿心讚美同埋感謝。主創造我哋，每刻眷顧撫養我哋更加讚美主，因主耶穌基督道成肉身，滿有恩典，釘身十架，為人贖罪，復活升天，使我能夠有盼望同埋永生。求主賜我哋常常真誠感恩嘅心，不停讚美感謝，更在生活中奉獻自己，凡事以主為先，為主作工侍奉，見證福音，一生跟從基督，走成聖嘅路，以榮耀上帝之聖名，只都係我主耶穌基督而求。阿門。